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惠州咧就不僅係只有惠陽大亞灣嘅，今日帶大家睇下呢個景點叫做合江樓。咁地理位置咧就係喺我哋個惠城區嘅。咁呢邊咧下邊咧亦都有我哋著名景點水東街啊，可能聽都有聽過嘅。目前咧就係我哋惠城區嘅老城區嗰個範圍嚟。其實咧惠城區咧同埋我哋惠州其他片區都係一樣啦，係歷史好悠久嘅一個地方啦。通過我哋嘅東江啦，以前有航運嘅，興起就帶起呢個城市嘅發展。由於淡水咧都係通過我哋嘅淡水區先嚇，呢邊就係東江好闊嘅，所以呢度夜晚咧就好多人過嚟 shopping啊，類似於我哋東門深圳嘅東門咁樣係一個步行街嚟嘅。近年嚟咧，亦都係吸引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就過嚟去體驗下呢邊嘅一個歷史文化啦，以及去轉一轉呢邊嘅我哋嘅騎樓街啦等等所以我哋都好推薦咧各位觀眾朋友咧多啲過嚟呢邊行下，你感受一下惠州唔同嘅東西其實惠城區咧先係惠州嘅市中心，對面你見唔見到寫字樓多到不得了？呢度咧係江北 CBD 一江之隔，但係對面咧嗰個區域僅咧係我哋10零年發展上嚟嘅區域啫係好靚嘅一個地方。如果住開惠陽大亞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過嚟呢一邊轉一轉。其實惠州係好大嘅，齋惠陽區呢一個區咧，加埋我哋大亞灣區都已經係大過成個新加坡一個國家嘅面積可想而知係咁誇張嘅。同時咧，惠州咧除咗我哋熟悉嘅9個高鐵站之餘咧，我哋仲有好多個城軌站，以及咧我哋仲有一個機場嘅。機場咧同時就係存在喺我哋嘅惠州嘅平潭啦平潭就係屬於惠陽區嘅。惠城區大多數地方都係過去40分鐘左右啦。如果惠陽大亞灣咧就過去1個鐘左右。作為咧我哋嘅一個深圳第2機場去起嘅，大家如果咧想上嚟去坐飛機去其他內地城市，你都可以考慮惠州飛，因為如果你買咗惠州機票，你就可以喺深圳龍崗嗰度咧就坐免費嘅有接駁車過嚟惠州機場嘅，係唔使錢嘅，當日往返都唔使錢嘅，就吸更加多嘅客戶啦。個定位咧係深圳嘅第2機場咁樣嚟嘅。呢邊嘅經濟實力咧，亦都係喺全省咧排第5嘅。第一咧 GDP 就係深圳市啦，第2咧就廣州市啦，第3咧就係我哋嘅佛山市啦，第4咧就係我哋嘅東莞市啦。廣州、深圳大家唔使講啦佛山同埋東莞都有好強勁嘅工業以及製造業去支撐大家都唔使講啦。第5點咧，一路係惠州未曾被其他超越過，因為佢獨特嘅地理位置。你如果咧喺廣州、深圳，你去潮汕地區，即係潮州汕頭、揭陽嗰邊，你一定要經過惠州。所以高鐵站咧，點解惠州有9個咁誇張？係咁嘅。而且咧廣東咧，你上江西，你一定要經過惠州嘅地方，又係啦。所以佢係交通嘅十字路口。再加埋咧，本身惠州唔同嘅區縣咧，有佢自己嘅獨特嘅嗰個產業所以就吸引咗好多人過嚟投資設廠。加埋咧，佢比較近我哋深圳嘅原因，其實咧惠州有同廣州黐埋一齊嘅地方，所以佢慢慢發展先得咁好嘅。其實咁嘅。如果大家得閒咧，可以過嚟轉一轉，好冇？我哋今期節目先到呢度，係再見，拜拜。